用第一同第二個關節嘅中間按落去眉毛對上，一路用鼻吸氣，一路數5秒向上拉，跟住一路用口呼氣，一路數5秒拉翻去原位。記住，一共重複做3次，千祈唔好推啊，而係要將皮膚拉上去。咁做可以舒緩到頸痛同腰痛，仲可以改善到面部鬆弛，有好好嘅效果嘅。呢點好好啊！跟住到拉頭頂皮，首先將手指打開少少，頭巾呢度咪有少少突咗出嚟嘅，大約喺呢度，向住突出嚟嘅地方嘅內側，用啲手指拉過去，由頭頂一直掃落去，頭骨有個突出嚟嘅地方，關鍵就喺嗰度啦。一路用鼻吸氣，一路將頭皮慢慢咁向上拉，一路用鼻吸氣，一路數5秒將頭皮拉去頭頂，跟住用口呼氣，數5秒拉翻原位。將以上嘅動作重複做5次，伸展頭皮，改善到頸梗膊痛同埋腰痛，甚至各種唔同嘅健康問題。想知更多，記得留意我 Facebook 啦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